6月10日，亞洲杯外圍賽第3圈，香港足球代表隊喺啟德主場館迎戰印度，門票沽清，42,570人入場，創本地足球賽事入座紀錄。主場嘅香港身披紅色球衣，看台上千萬計香港球迷盡量着同款球衣進場觀戰。唔少球迷喺比賽前1-2個星期購買球衣，但係港隊球衣前所未有咁受歡迎，已告售罄，唯有買港隊嘅打氣衫或者其他紅色球衣代替。加上2000名球迷拉起巨幅 Tifo， 上印威猛紅龍，大書港隊勁抽4個字，現場一片紅海，氣勢磅礴。該巨幅由球迷組織波台黐線佬同埋香港力量同足總合製，足總稱耗資10萬之內。我身邊有球迷資助幾百蚊，估計都係由有心人集腋成裘，呢面港隊升旗先至可以問世。亦有平日唔常睇波嘅市民帶同子女到場，一睹盛事，齊撐港隊。賽前香港喺國際足協嘅排名比印度低29位，但係具備主場之利，同埋喺球迷吶喊助威之下，港隊發揮較好，奈何一直未能攻破對手大門。香港喺下半場補時階段，由彭利拿射入12碼，一球絕殺印度，果然勁抽，令球迷加倍振奮，呼聲雷動。賽後仲有球迷合唱足球動畫踢出我天地嘅主題曲《黃金入球》，延續球員95分鐘並發嘅激情。雖然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喺社交平台上載自己入場觀賽同賽後祝賀球員嘅相片，但係冇取得好多公眾視線。今次由球隊同球迷構築嘅風景顯然更加亮麗。賽前官方都不如舉辦佢哋口中嘅盛事咁賣力，大小球迷或熟悉港隊或湊下熱鬧，傳授球隊同埋足球運動嘅感召入場。政府仍然竭力做嘅，梗係派出警察喺賽前播放國歌嗰陣，檢閱觀眾有冇肅然起敬。同日，國安處宣布手機遊戲《逆統戰》烽火，鼓吹台獨港獨，提醒市民切勿下載，亦唔可以課金。如果唔係涉嫌管有煽動意圖刊物同埋資助顛覆國家。電子遊戲呢個娛樂項目裏面，近來炙手可熱嘅係任天堂 Switch 2，市民爭相購買。手機遊戲裏面《逆統戰》烽火並冇廣獲好評，大部分人本來唔知道呢款遊戲存在。經過國安處宣傳，《逆統戰》烽火喺蘋果 App Store 免費遊戲下載量攀升至第1位。開發商 ESC 台灣喺 Facebook 專頁發帖稱，借丞相刺戰。後來又指出遊戲已經從香港 App Store 緊急下架，教導網民翻牆下載，並且話千言萬語都無法表達我哋內心嘅感謝。逆統戰烽火願意為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出一隻遊戲角色，絕無醜化，只有美化，何止借戰？喺公關戰上面 ESC 台灣幾乎係火燒騰格兵啦。足球評述員鍾志光喺2018年世界盃外圍賽香港主場對卡塔爾嘅賽事道出肺腑之言。當時比賽進入補時階段，香港落後2-3，球迷仍然落力打氣，齊聲嗌 We are Hong Kong。呢個景象似乎感動鍾志光，佢話球迷面對逆境仍然不惜氣力支持港隊，可見足球幾咁震撼人心，凝聚力幾咁強大。自2014年開始，政府成日話俾市民知社會撕裂，傳媒反覆渲染，令好一批人相信政見唔同，民間就一定壁壘分明，社會無法運作。企喺球場看台上面打氣嘅，不免政見有異，亦冇人逐個挑出考究。始終萬眾一心，一聲一聲嗌出 We are Hong Kong， 香港勁抽，就係鍾志光所見。睇重播嘅觀眾隔住個 mon 所聽見嘅實況，呢啲唔使勞煩政府邊個局邊個處宣佈，號召市民何月何日聚集大球場，叫乜嘢口號，唔准叫乜嘢口號，監察有冇肅立，有冇背向場館，全憑民間自決自發。立場偏右嘅政見認為政府最好能夠忍耐，唔輕易插手公眾事務。香港人有為，唔好搞咁多嘢，稍為文雅嘅就叫閒事莫理。相信事物運作起嚟，自然衍生一套秩序。呢套思想並唔主張政府乜嘢都唔做，完全唔制定政策或者唔嚴謹執法，而係因勢利導。道德經有句說話講：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道德經裏面嘅有為，往往指為政者任意妄為，自認有為，以無為為對比，予以推崇。而所謂無為都唔係乜都唔做，
而係順應事物嘅本質，唔扭曲事物，逆天而行。攬清唔好搞咁多嘢，會導致消極、缺乏創造力，對問題視若無睹。但係睇翻今日嘅社會狀況，係搞得唔夠多，定係老子所講嘅有為？公眾自可判斷。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請 comment、like、subscribe、share。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成為 Patreon 付費會員，等我哋走得更遠。我哋下條片再見。